大家好，我係可嘉媽媽，歡迎嚟到我嘅頻道。今日同大家講一個同我哋每個人都息息相關嘅話題，就係血栓。血栓呢個詞，大家可能成日聽到，但係你又知唔知，其實我哋日常生活入邊有啲好普通嘅食物，竟然有天然嘅溶栓作用。醫生點名提到有3種豆、2種菜，堪稱天然溶栓機，食完之後對於清理血管垃圾好有幫助。不過要留意，呢啲食物雖然有益，並唔係人人都適合食。有2類人千祈要注意，食錯反而會傷身。開始之前，我哋先嚟了解一下血栓究竟係乜嘢。血栓簡單嚟講，就係血管入邊形成嘅血塊，佢會阻住血液正常流動，就好似水渠塞咗一樣。如果血栓塞住腦部血管，就會引起腦中風；如果塞住心臟血管，就會引起心肌梗塞，嚴重上嚟係會致命㗎。咁血栓點解會形成呢？主要原因同我哋飲食習慣同生活模式息息相關。長期食高脂肪、高糖、高鹽嘅食物，就會導致血脂升高，血液變得粘稠，血管壁容易積聚垃圾，加上長期久坐唔喐，血液循環會減慢，啲垃圾就更加容易堆積喺個血管入邊，慢慢形成咗血栓。所以預防血栓，飲食調整係非常之關鍵嘅一環。講完基本概念，我哋即刻進入正題。醫生點名嘅第一種豆就係納豆。納豆係日本好傳統嘅發酵食品，雖然陣味比較濃烈，未必個個都能接受，但係佢嘅營養價值係相當之高嘅。日本學者水見洋雄博士早喺上世紀80年代就發現納豆含有一種叫做納豆激酶嘅成分，呢種成分有天然嘅溶栓作用。納豆激酶可以幫助分解血管入邊已經形成嘅纖維蛋白，而纖維蛋白正正就係血栓嘅主要成分，所以納豆一直被譽為血管清道夫。不過呢，要提一提，納豆味係比較獨特嘅，第一次食嘅朋友一定要慢慢嚟適應，一次唔好食得太多。第2種豆就係黑豆。黑豆有血管清道夫嘅外號，佢含有豐富嘅花青素同埋多種抗氧化物質，可以幫助身體清理血管入邊嘅自由基，保護血管壁免受損傷。但係黑豆最霹靂嘅地方係佢含有豐富嘅大豆卵磷脂，呢種成分有良好嘅乳化性，可以協助清除血管壁上邊過多嘅甘油三酯同埋膽固醇，促進血液循環，減低血管堵塞嘅風險。簡單嚟講，就係幫血管做大掃除。黑豆嘅食法有好多，可以直接炒熟嚟每日食幾粒，又可以用嚟做豆製品、做豆腐、打豆漿、煲湯，又或者用陳醋嚟浸，每日食幾粒都係非常之好嘅選擇。第3種豆就係黃豆，亦都係我哋成日講嘅大豆。黃豆本身就已經係補啦，佢唔單止冇膽固醇，仲含有植物固醇，可以降低體內嘅壞膽固醇。除此之外，黃豆同佢嘅製品，好似豆腐、豆漿、腐竹等等，都含有豐富嘅大豆卵磷脂同埋植物化學物，有抗炎、抗氧化、調節血脂嘅作用。有研究顯示，
健康嘅植物性飲食模式，包括適量食大豆嘅製品，可以降低靜脈血栓栓塞嘅風險，最高可以減低14%。所以建議大家每日飲一杯豆漿，或者食適量嘅豆腐，對於血管健康好有幫助。但係需要注意，盡量選擇無糖嘅低糖嘅豆漿，避免攝入過多嘅糖分。講完咗3種豆，跟住落嚟就係醫生點名嘅2種菜。首先第一種就係菠菜。菠菜係一樣好普通嘅蔬菜，但係佢嘅營養價值絕對唔普通。菠菜富含葉酸同埋維生素 C， 葉酸可以改善血管內壁功能，降低腦卒中嘅風險，而維生素 C 就可以降低壞膽固醇氧化，減慢動脈粥樣硬化嘅發展。菠菜嘅食法好簡單，快炒或者滾湯都係好好嘅選擇，但係記住唔好煮得太耐，否則營養會流失。第二種就係西蘭花。西蘭花屬於十字花科蔬菜，佢富含膳食纖維、維生素 C 同埋多種植物化合物。膳食纖維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，減少血珠嘅積聚，而抗氧化成分有助於減少血管炎症，保護血管內壁。西蘭花最簡單嘅食法就係白灼，殺完之後點少少豉油就已經好好食啦，而且可以保留最多嘅營養。清炒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總之一句話講晒，多食啲深綠色嘅蔬菜，對血管健康百利無一害㗎。講完5樣有益嘅食物，跟住落嚟呢部分好緊要㗎，大家一定要認真聽。雖然呢3種豆同2種菜對血管好有益，但並唔係人人都適合食，有2類人千祈要注意，食錯反而會傷心。第一種，凝血功能障礙或者正喺度服用抗凝藥嘅患者，如果你本身有凝血功能障礙，或者醫生開咗薄血藥俾你食，好似華法林呢類藥物，就要特別小心，因為納豆、黃豆呢啲物質富含維生素 K， 而維生素 K 會直接影響抗凝藥嘅藥效。食咗輕則令到藥失效，重則會加重出血風險，後果可以好嚴重㗎。所以呢類病人如果想食，一定要先問清楚醫生，由醫生判斷你適唔適合食。第二類，對豆類或者係相關食物過敏嘅人，如果你本身食豆會過敏、會屙肚、會皮膚痕，咁就千祈唔好硬食啊！呢啲豆類含有豐富嘅蛋白質，對於有啲人嚟講可能係致敏源，食咗之後反而搞到自己唔舒服，咁就得不償失啦。所以呢，過敏體質嘅朋友就要特別留意啦。好啦，今日同大家分享咗3種豆，包括辣豆、黑豆、黃豆，仲有2種菜，菠菜同西蘭花。呢5樣食物對於清理血管、預防血栓有非常之好嘅幫助，大家可以每日適量咁食日常餐單。但係再三提醒，飲食調整只係輔助預防，絕對唔可以取代正規嘅治療。如果你本身就有高血脂、高血壓、糖尿病呢種慢性病嘅，或者已經確診有血栓問題，就一定要睇醫生，同醫生指示接受治療，千祈唔好單靠食物嚟解決問題啊！好啦，今日嘅節目就分享到呢度啦，希望對你有幫助。如果覺得有用嘅，記得點個讚，或者分享俾身邊嘅屋企朋友，等更多嘅人一齊嚟受惠。好啦，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